泽伯克，你能告诉我们图尔扈特的先人是谁吗？我们的先人古称克列茨伯，到300多年前才改称图尔扈特，逐步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。那时伏尔加河在我们的语言中被称为额济勒河。真正的先祖是额尔勒可汗，他带领着我们的族人，从遥远的故乡来到了伏尔加河，建立了汗国。第2代汗王是舒库尔代清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先祖额尔勒可是公元1641年，在阿斯特拉罕与哥萨克人发生冲突的时候遇难的。那个时候，汗国并没有真正建立。舒库尔代清在位16年，传位给彭楚克；彭楚克在位15年，传位给伟大的阿育齐汗。确切地说，我的曾祖父才正式得到了汗王的封号。他建立了强大的图尔扈特汗国，也就是俄罗斯历史上所说的第1个图尔扈特汗。好样的，孩子，你在彼得堡确实学到了不少知识啊。可是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图尔扈特人。汗王，您知道一个东方少年在那里受到的歧视吗？他们叫我野蛮的小达旦。正是因为我不肯像顿达科夫家族那些败类那样愿意放弃自己的血统，所以在家族里也被肆意凌辱。汗王，请允许我留在草原，留在您的身边吧。好啊，那你跟我上战场，敢吗？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汗王。好，这才像我们图尔扈特人说的话。谢谢你，汗王。我会像巴都元帅追随圣祖那样，紧随着您的旗帜。好样的，孩子。我渴望您能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，就像您对待撒莱那样，因为您没有。泽伯克，在我这里，你要学会多用眼睛看，少用嘴巴说。是我叔叔的话，我早就把他杀了。我说你算了吧，少爷，你应该庆幸自己还能站在这儿吹牛。你知道吗？倒在他枪下的猛兽，比你见的野兽都要多。你又说风凉话。我的儿子阿廖沙上战场，还不是你的主意吗？这是我说的，可是我想象不到，您的这位少爷无理得罪了他，他怎么能得到器重？你这什么意思？哎，不要生气嘛，夫人。那位叫策布克的年轻人看来是得到了信任，他毕竟也是你们家族的后代。夫人，现在我要跟你说的是，他走了，该是你回来的时候了。你让我回来，到这样一个蛮荒之地，我不愿意。不，你和你的族人都要回来。我请你记住，圣彼得堡虽然好，但不会有属于你的权利。夫人，女皇陛下政府的方针是要通过移民发展渔业，大力开发伏尔加河地区。我想你在这里是大有用武之地的。如果做得好，连女皇本人都会感谢你的。阿廖沙，我现在决定。什么决定呢，夫人？不走了。哦，这太好了。贾恩来了，他凭借圣战别克托夫，在韩国建起了庄园，占领了牧场，还强行抢劫和掠夺周边牧人的畜群。理由是，这里原本属于他家族的领地，他要按照他的方式管辖韩国。难道世世代代祖先都错了？
那种精神上的凌辱是图尔扈特人最无法忍受的。嫂子，你好。哦，纳森兄弟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哎，快坐下，奶茶呀都煮好了，快坐下。啊，桑吉玛嫂子，吃吧。吹我来的，不是什么吉祥的风啊。嗨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带过吉祥的风啊？快说吧。的确，我给你带来了个坏消息。你每次啊都给我带坏的消息。哎，说吧，到底是什么消息？刀地比少爷，也就是我们的阿列克谢准将大人，发下话来，说你们居住的这片草原，应该是属于他的领地。他的领地，怎么就成了他的领地了？还有呢，他让你和你的孩子们到教堂去做弥撒。弥撒，什么叫弥撒？就是我要是不去呢？嫂子，谁都不是心甘情愿的去的。少爷说了，如果不去，就把你们赶出这片草原，还要把马群收回马场管理呀。你们的家族什么时候变成一群强盗了？哎呀，桑吉玛嫂子，你瞧瞧你！哎呀，嫂子，咱们惹不起他们呐。贾恩夫人的后面有女皇给她撑腰，她有女皇撑腰，可我们是图尔扈特人，不是他们俄罗斯人。可是咱们在人家的地界里生活呀，嫂子，兄弟，我也不愿意这样，可是这也没有办法呀。纳森兄弟啊，你给我回去！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愿佛祖保佑我的孩子们平安，平安吉祥吧。作孽啊！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？妈妈，你就没给我脑子，我能动什么？你太让我伤心了。夫人，我巴西和杨锦在一起呢。这很好，你这就去把那个牧人拿森给我找来。是，夫人。阿廖沙，看着吧，我要把那个孩子亲自送到圣彼得堡去，证明他们正在策划一个对抗女皇陛下的大阴谋。你能抓到他吗？我为什么抓他？我不必抓他，我要让他乖乖的来找我。哦，妈妈，找你？你没发烧啊，妈妈？我当然没发烧。那怎么？阿廖沙，我最了解有那个家族血统的男人，能让他们犯错误的只有他们心爱的女人。哦，妈妈，我太崇拜您了。
阿爸，您跑来找我有事吗？是啊，闺女，阿爸确实是有事情要告诉你。阿爸，什么大事啊？有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那是哪是？我的女儿，我的怎么回事？那是哪说？我的女儿啊，罪过呀！怎么回事？大孙叔啊，快说！怎么了？他们就是说，要为央金行东正教的坚信礼。什么？你答应了？让我找他回去。可我真的不知道啊！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糊涂啊！她是你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为什么要让央金行坚信礼，加入东正教？她怎么能信东正教呢？她愿意吗？哎呀，你真糊涂啊！我去！我巴西哥哥，你们不能去，回来！哥哥，等等我，哥哥，带上我！回来，孩子，不能去啊！哥哥，不能去！哥哥，你干嘛？我要去找我哥哥！你不能去，不能去啊，孩子！你让我去吧，娥姐！你不能去！我要去！你走，回来，回来呀！佛祖保佑我巴西平安吧！手里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王庭卫队，集合部队出发！你是谁？你从哪儿跑出来的？我抓到你可真不容易。你们为什么抓人？哼！带走。刀地比少爷，请你不要侮辱他。你不是信奉上帝的吗？哦。圣经上说应该爱你的兄弟，你这样做不是有悖圣经吗？哼，说得好。那你去问问你的小情人儿，他愿意做我的兄弟吗？住手啊，廖沙！哦，上帝，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阿廖沙，是谁让你这样对待一位王子的？孩子，你应该大声的告诉他们你是谁。夫人，我叫沃巴西，是牧人青格勒和桑吉玛的儿子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孩子，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这样吧，你们把沃巴西王子送到教堂住下，他会慢慢想起自己是谁的。好吧，妈妈，走吧，走。纳森，夫人，恭喜你生了个好女儿。不曾想，你竟然悄悄地和图尔扈特的王室攀上了姻亲。我哪里配有那么好的运气呀？哼，纳森啊，好好把你的宝贝女儿领回家吧，看好她，她真的是个宝贝儿。
孩子，走吧。哦，勒比达瓦，烧一壶丹麦咖啡给我喝。是的，夫人。妈妈，您真厉害。是吗？要好好的跟妈妈学。是，将来你一定会有一番作为。我要让图尔扈特所有的人知道，我的阿廖沙有多么优秀，多么的了不起。您放心吧，妈妈。哎，我们要杀了那个沃巴西吗？不行，我要让沃巴西承认自己的身份之后，亲自把他送到圣彼得堡。你看着吧。敦多布拉什兄弟，你瞒得了省长，可瞒不了我。尊贵的夫人，作为您的朋友，您还是听我一句话，您可不是普通的女人，不应该去激怒他们。大人，您这是什么话？他们亵渎了上帝，污蔑了我的儿子，而更加重要的是，我发现在那里潜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。难道您不以为然吗？不，我一贯非常重视夫人的意见。您是皇亲国戚，在您的身上有着贵族血统，就不要和那些人斤斤计较。您抢他们的牲畜做什么呢？难道您的钱赚的还不够吗？大人，您要理解我的苦心。我这么做也完全是为了女皇陛下，让那些图尔扈特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，能够安定下来，不再四处游牧。好了，夫人，您可真是能说呀！难怪女皇陛下对您是如此的器重。可惜啊，您的儿子怎么一点都没有继承下您的才能呢？不说这个好吗？一定不要说这些。好的，夫人，方才您说的什么阴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有一个天大的发现。我能断定，那个不平常的孩子一定具有他们那个家族的血统。我毕竟和我丈夫生活了10几年，我懂得他们。从那个孩子的眼睛中，我看到属于那个家族特有的那种骄傲。未必如此吧，夫人。我在您的那位准将的眼睛中看到的可不是这些。大人，我说的是整个韩国的权力。你以为没有这个孩子？你们暂且当他有吧。您的儿子就能掌管图尔扈特汗国了吗？关于韩国的现状，我这里得到了许多完全不同的报告。据说你那位宝贝儿子的做法不像是一个好基督徒，完全像个强盗。大人，请您不要听信那些异教徒的造谣。难道我亲自派去的教区神父也是异教徒吗？亲爱的夫人，我让你回到韩国，就是要让你去获得牧人的爱戴，把上帝的光辉带到那片草原去。可你们做了什么呀？现在帝国前线在打仗，国内有暴民起义，可你们还要制造麻烦，特别是您那宝贝儿子，他算什么将军？您当我不知道？这是您用一件貂皮大衣向康斯坦丁那个老色鬼换来的虚钱吗？我无所谓，但是您可要记住，我们是一条路上的人。央金，沃巴西，你是来劝我接受洗礼的吗？不，我是来救你的。达士顿他们在外面等着你呢。救我？对，你快走，快离开这儿。那你怎么办？为了你，我什么都能舍弃。我走了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能行。那你要保重。我知道你是谁，用我的灵魂换取你的自由，我愿意。上帝祝福你，不论你是否信仰，上帝都将与你同在。谢谢你，神父。走吧，央金，我走了。哎呀，
给我惹的祸。哎，妈妈，难道就这么算完了？阿廖沙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身上带的那柄短剑？那柄短剑？你有没有看清楚？那剑柄上镶有7颗宝石。对，有。那是图尔扈特历代韩王们的专用。哦，当年你的父亲也有这么一柄。什么？您说他偷了我父亲的宝剑？哎呀，阿廖沙，你简直是吃面包吃傻了！你只知道和下人们鬼混，都到了什么时候了？妈妈，我疼吗？哎呦，勒比达瓦，伺候少爷。是。妈妈，您看，圣母、圣子、圣灵，尊你们的名为圣。奇迹呀！仁慈的主，你给我闭上你的嘴！他在祈祷啊！闭嘴！如果他皈依了东正教，韩王还能有你的份儿。迷路的羔羊皈依正教，灵魂永生。阿门。不，神父！您这是干扰我的圣职，是对神的不敬。神父，我再提醒您，这个人身上潜伏着危及韩国安全的大阴谋。危及韩国安全的阴谋，我听不懂。不错，我将要把他押到圣彼得堡，交给沙皇陛下的政府。神父，您想象得出吗？假如我带去的是一个东正教徒，那会是什么样？我完全听不懂您的话。怎么是你？你这个臭丫头！夫人，她刚刚接受信仰，是您的姐妹。阿廖沙，带人去把我巴西给追回来，把他抓起来。你等着。至于你，我的好闺女，我要让你们全家记住今天的事情。站住！快去，截住他！快，挡住！快！别让他跑了！开枪，打死他！开枪！开枪，打死他！开枪！快，让武士追他！回来！看剑！好，孩子别怕，到我这儿来，没人敢动你一根头发的。看剑！笑什么？给我闭嘴！诺门图，你这奴才，你知道他做了些什么？我不管他做了什么，我不能看着你和你的族人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。如果你再不滚回营地，我让你后悔莫及。好，诺门图，你给我等着！纳森兄弟，阿爸，你想干什么？夫人，对不起，夫人，求您饶恕我的罪过。我说着不属于自己的话，灵魂时刻都受着拷打和煎熬。阿爸，阿爸，纳森，你要干什么？孩子，你要原谅阿爸。阿爸，你额济死得早，阿爸为了拉扯你和妹妹宗亲，吃了多少苦。我只求过个太平日子，
让你们平安长大。现在我知道你找到了一个好归宿，阿爸一切都放心了。杨姐，跟着你的心上人走吧，忘了你这可怜的阿爸。阿爸，你说清楚，你要干什么？阿爸，尊贵的夫人，我知罪，我把一切都留下来给您了，我只求放了我的女儿。我帮不了你，难道你不怕上帝惩罚你吗？我怕，我什么都怕，所以我将受到。阿爸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阿爸，阿爸，乔，阿爸，我说，纳森，你要不要拿出你的十字架向上帝忏悔？夫人，我不能，我已经把它吞到肚子里去了。什么？兄弟呀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真是不明白，信奉东正教有什么不好？女皇陛下已经允许我们蒙古人在这里安家，为什么就一定要一辈子四处游牧，安居下来大约有什么不好？为什么你执意要这样？哦，阿爸，阿爸！这个善良的懦弱的牧人，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宁，不惜自己内心受苦，想用精神上归顺俄罗斯的方法来凝视西人，但这却为族人不解，遭到鄙视。生活里的种种磨难一点没有减少，加上还有良心的煎熬，纳森再也无力忍受，最终做出了吞十字架自尽的决绝行为。击鼓冲锋！
汉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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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许叫！汉王是。汉王，你没事吧？正当胜利之时，这匹马突然失蹄，涣散了军心。原来司徒写下他的调化经案，当众鞭打20，严肃军纪，要立即执行。汉王，汉王。对不起。可是有被人拆过的痕迹。哦，怎么个？今后咱们韩国的密信一定要由专人化妆来传递啊，不许再经俄国人的驿站换马。是。啊，去休息吧。是，韩王。我巴西，我的儿子。我巴西。你说什么？哦，韩王。我想，我们正常的信使往来还是应该交给俄罗斯信使来传递，这样能避免他们的怀疑。好，你想得很周到，就按你说的去办吧。啊，是。汉王有令，是箭就要在烈火中锤炼，是鹰就要在风雨中飞翔。让沃巴西去吧。用他的马蹄去丈量世界的辽阔，用他的眼睛去见识人心的深浅。你把一切都布置好了吗？何姐，
孩子们，你们就放心的去吧。既然韩王发出召唤，让你们上战场，到他身边去历练，阿吉是不会阻拦你们的。阿吉，你要多保重啊！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！阿吉知道。阿吉，我们走了以后，阿吉明白。唉，你们到了韩王身边，比留在家里要安全。趁那些心里揣刀子的人还没有察觉，你们就快走吧，别担心我。是阿吉。那我们走了。男人们头一回上战场，都像你们这么高兴。要出远门了，孩子。阿吉17岁的时候嫁给你们的父亲清格勒，唉，也不知道多少次送他上战场了。直到最后，他回来就再也不走了。孩子，今天阿吉又要送你们俩了。蒙古男人是不能老老实实的待在自己家的毡房里的，他们都是有鹰的性子。你见过整天伏在窝里的鹰吗？他们要去打仗。蒙古人行军打仗离不开肉干，他们能翻山越岭靠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些肉干和奶食。这比俄罗斯人的军粮管用多了。第一次出征的男人呐，都会哭。杀死第一个敌人也会哭。见识过了就没有眼泪了。沃巴西，你记住，阿吉还等你带我回东方故乡呢。我会的。这就对了。到了战场上，你们兄弟千万不要分开。我说过，战马是骑手的女人，兄弟可是盾牌，是你身后的眼睛。你们俩从小就像一个人，今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你们俩一定不要分开，要相依为命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阿姐。来来来，看看我为你们两个准备了什么。俄罗斯的衣服，穿上看看。俄罗斯的衣服？啊，你们俩这样走能行吗？谢谢阿姐。阿姐，这是什么衣服？怪怪的，我不穿。不穿怎么行啊？必须穿上。这是你们的阿爸用过的枪。沃巴西，拿着这把枪。